如果你見到一個長頭髮、戴 cap 帽、着黑衫、成手皮圈嘅男人，你估佢係咩人呢？ Rockstar 定係和尚呢？泰國嘅警方最近真係接到個咁嘅人，而事件就唔止係醉酒駕駛咁簡單。事發喺素林府 Surin， 3月26號凌晨，一個42歲嘅男人開車經過警方嘅檢查站時被截停。原本以為只係普通醉駕，點知一搜架車原來另有內情。警方喺車上發現幾樣嘢：一支9毫米手槍同子彈，12萬幾泰銖嘅現金，同埋一套僧袍。呢支槍係喺同佢一齊嘅女人手袋裏邊揾到嘅，而個女人最初話支槍係佢自己嘅，之後又改口話支槍係屬於嗰個男人嘅。講返嗰個男人，你睇佢嘅造型，點睇佢都唔似一個和尚，唔講仲以為佢係準備緊上台表演嘅 rockstar。如果唔係警方話佢係和尚，又喺架車上面真係揾到僧袍，單睇張相真係好難將佢同和尚聯想埋一齊。而如果佢真係一個和尚，成件事就更加離奇。飲酒已經係違反戒律，仲要夜晚車裏，車上邊又有槍又有大批現金，好難令人懷疑咯。警方已經先將佢哋兩個帶返警署調查，而首先會控告個男人酒後駕駛。至於支槍點解會喺車上面，嗰12萬現金又喺邊度嚟，同埋到底佢係咪真係一個和尚，仲要等警方進一步交代。泰國啲新聞最近真係越嚟越古怪，今次簡直係好似拍緊戲咁。